刚以后出嚟咱聊天较主任来甲咱介绍安全用药啊。哦，安尼咱就开始咱今日分享。咱多谢咱台语社的林社长，咱今日来到123.10.16的分林的电台，咱要来甲大家讲一个药啊捌毋捌？咱用药啊安全，大家来熟悉，大家午安。那咱即摆大家拢希望吼，不管啥拢希望健康啦吼。啊，伊要强调讲吼，健康毋是咱生活的目标。是咱要安怎甲即个资源掠着吼，啊，比如用了即个先来讲健康，啊，健康咱根本咱会知影，第一是讲，咱即马所有朋友，你知影你家己目前，你的啥物叫做你的健康？不管你今日验尿还是验血，你知影你的血糖，知影你的尿酸，知影你等等基本的一寡生活的机能。那你知影恁家族内底有啥物遗传性的毛病无？然后佮知影讲你即摆中共的你上班的场所有啥物风险，咱来注意。比如讲你带来病院分年上班，咱逐年有咱员工的身体的健康检查，啊有一寡较特殊的，比如讲阮药剂部，阮会为癌症的患者去调化学的化疗的药品，因着加一寡健康检查，就讲你上班的场所确定有一寡咱健康逐年来即个来甲看，或者大家有变化无吼？啊，看即个就是拢大家拢健康，当然就足好诶，维持你即摆习惯。那有一寡无条看到一寡你甲咱警示诶系统，有一寡咱来注意诶吼，啊，咱安怎要来进行咱的健康要来调整？啊，较严重除了调整习惯、调整饮食、调整运动，有时候再用咱药物来调整来控制。所以咱的健康的调整，这资源有可能因为毛病。到尾爱用一寡药物来调整。啊，那药啊，到底啥物叫做药啊？吼，其实啥物叫做，大家都是讲啥物叫做正确的用药啊啦，吼。其实用药一定咱爱有像咱社长安尼吼，咱会对咱的患者爱有正确的诊断。了咱会爱去选咱的药啊，咱即个药啊内底，像比如讲即摆足侪民众，咱药有一寡慢性病的药啊，有一寡咱是来镜头去治疗的，比如讲，咱遮发烧啦、头壳痛啦、胃痛，一寡是。咱有即个现象的时治疗的药啊，但是这药足针对来病院看病、来诊所看病，领着药啊了，要安怎用了对，互药啊会发现到迄个效果，啊，互你的病情会晓得到控制，啊，你感觉你今仔生活足自在、足健康吼，所以咱就讲咱甲药啊要安怎来做朋友？那就讲咱药啊甲咱人共款吼。咱拢有身份证，药啊嘛，伊嘛有身份证，就是讲你今仔日不管是比如讲咱病用的所有药啊，还是今日外口你诊所，咱会用药啊，敢若爱有一个许可证，咱的政府会有一个药品的许可证，这个许可证伊对讲，是咱国内制造的，还是对国外进入，还是国外内底是药材的，是咱的医材还是药品吼，遮拢有无共款的许可证的号码代号，但是大家讲，伫市场安怎嘛？啥物叫做假的药啊？啥物叫做品质无好的药啊？假的药啊，吼，包括说，咱即摆足侪人出国嘛，吼。啊，我有讲过，即个药要伫咱的医疗系统用要药品许可证。但是咱因为咱大家出国足频繁的，有当时你出国，你会摕到一寡，比如讲因为较侪同情啦，吼，大家拢对国外嘛，感觉我这药啊袂歹啊，吼，上济是啥？就是咱一寡国外，特别讲咱即摆一寡降血压的药啊、降血糖的药啊，吼，一寡甚至因为几当前上流行，比如讲大家胃药讲吼，即类药啊，这伫咱国内，若经由就是正常的管道，安尼输入入来，咱政府有一个许可证。但是你若家己出国，家己去买。比如讲，你胃药讲，你家己买啊，转来，你这是有许可证无？但是安怎？你用家己用，但是你若摕互患者用，还是讲你今仔日社区药局有人用即个，你家己出国早倒来咱的处方药啊，调剂互患者，这叫做假的药啊，伪药是安怎？因为伊无经过这正常的管道去摕到咱台湾本身药品的许可证的号码。即种大家会用啦，会用你家己用，袂用
就是互一般别人用，还是民众诶处方来用。各位院内同仁，大家好，今日中午12:30分，在急诊大楼6楼学术讲堂有举办全人医疗。什么叫做品质无好的药啊？伫咱台湾即马即个问题较少，是安怎？因为咱台湾即马所有药厂，拢有经过即优良药品制造系统的认证，所以原则上只要有药厂合格出厂的药啊，其实足少是品质无好的药，因为迄种伊若品质无好，伫即个抽验的过程，伊就会晓单调。就无可能去上市，吼。所以咱所有药品来甲咱的，比如讲咱病伫买药啊，就即个即批药品制造配合许可证。但是即摆什么款的较济种品质无好的药啊，吼，足济啦，吼。其实反而即摆较济品质无好的药啊，反而伫啥？咱即摆市场足济销的，就是讲啲销量大，市场足济人要买。有人无经过即种标准的药厂制造，吼，伊嘛是假药啊，嘛是品质无好的药啊，迄就伫市内流通，嘿，即种的吼，就是拢品质无好的。啊，其实咱药品吼有分级也无有啊，比如讲你若来咱病院分林看药啊，咱只有开的药拢是处方的药，爱有医生的处方，啊，写落咱才较用依照伊个镜头，那就开即个治疗的药品互伊，啊，患者较那个即处方药较济，啊，什么叫做指示药啊吼？足济就是讲，咱会用自我家己，咱会用家己讲，其实我今日家己感觉讲，比如讲上简单就像普拿疼即个药啊，我今日厝家己感觉烧嘛，感觉我我会用家己治疗家己，吼，无一定爱来甲病院看，即种会用自己用互家己医疗照顾的药啊，比如讲咱讲普拿疼就是上市场流通大家用上济啦，吼，啊一寡胃药啊，即个拢是。啊，什么叫做成药？大家即摆去伫，不管去专联啊，伫即一寡你看伊的下咧，伊的迄个是，拄仔顶，还是贵位的顶头，你用家己摕家己考虑家己要买也毋买。但是指示药啊，就袂用安尼下咧讲，我今日想要家己自我疗法，就用摕指示药就要经过医生啊、药师的建议，吼，那较用买。啊，成药就即摆你伫通路内底，吼，还是伫咱专联。还是伫咱的这大卖场顶，你用家己依照你的健康上，我家己的，因为我饮食啦，伊的行为啊，我可能较疲劳，我需要什么的补充，伫咧开放的柜位中，你要用家己摕着，家己来自我治疗，吼，即种叫做成药。啊，所以，咱即摆咱像咱咧处方的药啊内底，有较济什么，就是讲，什么叫做管制药品，叫做什么毋管制药品，比如说毋管制药品就哪说？搁迄糖尿病种药啊，就是处方药啊，但是伊无管制下，你袂讲上讲一直要食，搁迄也袂晓一直想要食糖尿病药啊。啊，什么叫管制药品？管制药品吼，咱上就讲，咱即摆癌症的患者，有个人因为疼嘛，咱来互伊抹肺，较会止疼，因为伊若无止疼，伊就食袂落，困袂去，生活品质就足歹，吼。啊，即种为着要互患者，为着要互咱癌症的患者。那会用互伊生活品质较好咧，吼，困会去，食会落，互伊抵抗力较好。咱内底即个咱会用伫讲，咱医疗的指导之下，咱会用互伊去用即个管制药品。但是今仔日你若没有即种癌症的人，有即种，我疼甲无法度一直爱用。啊，咱伊若用即个副作用，吼，咱就讲毒品的患者，就咱伫吸迄个海洛因啦，吼，还是安非他命这个人，吼，伊就因为。伊无遮个镜頭，伊就用伊副作用，吼，用伊其他去感觉互伊心情放鬆等等。所以啥管制药品爱去做遮大管制，因为这管制药品伊会可能伊也袂用量愈来愈大，啊伊对这个药啊，豆豆伊吸血愈来愈大，啊，就是对人的生理甲心理，咱会做一寡咱的长期来固定会，当然医生遮、药师遮吼一寡建议，所以咱管制药品。咱不管是所医疗机构，还是诊所，还是病院，还是药局，咱的管制吼，拢是较严的吼。所以药啊，因为伊的身份证无共款，伊的分级嘛无共款，伊的管理方法嘛拢会无共款吼。那过来就讲，咱遮遮侪药遮侪复杂，咱用药啊到底是上重要，爱有注意着啥吼？第一吼，我感觉不管安怎啦，咱是病院，咱第一讲
你看病时，咱要安怎甲咱的医生讲个清楚吼。你啊看阮伫药局吼，时惊你领药啊时阵，患者来个问，医生有开一个什么药互我？讲无，啊，着去走底来，去走转去等诊间去甲医生去互你，又去插一遍吼。所以，阮特别拢会甲患者讲，即马你要看病进前，尤其你是慢性病的患者，吼，你若明仔载要来看病，今仔日阴暗，你想讲，我明仔载要甲医生讲啥，爱甲医生想一遍。还是讲你若是一寡高血压的糖分的患者，你去上道做一寡记录，你逐工嘛，家己血压有记啦，吼，啊，家己血糖若有验嘛有记，吼，还是讲你感觉你即几工，你感觉头壳戆，感觉你便秘啊咧，你若去上道做即个记录起来，吼，啊，你明仔载要来看病，你今日讲了会闹交的，吼，你着甲遮拢款款的，吼，那摕来你来看病时，不管摕哦。医师也摕互护理人员，吼，也是讲，你今仔日你中午你阁有去诊所，药啊食足济，啊，你来，你要把这药trả来，你嘛用来看病进前，先来阮药物咨询室，吼，药师甲这药品甲你看看咧，来写一寡建议甲你写，你入去诊间的时阵，甲医生讲的时阵，会用较清楚一遍，甲你所需要即个来看病即个期间的镜头，你发生的食药的情形，还是你身体生理的情形，等等。拢甲医生讲个清楚，还是讲你个若有要出国啊，吼，还是讲你有要做啥物较无共款，还是你的工作有啥做啥物调整，拢我即时阵甲医生一遍着讲个清楚，吼。所以咱看病时要咱甲医生讲个清楚，吼，就是希望大家伫你日常，你个慢性病患者，伫你日常内咧，甲你无共款先记录起来，伊要看病前一工，吼，甲所有物仔款款下咧地啊底下也好，不管药啊，不管记录等等。啊，即摆你甲伊，你看伫。咱只要甲医生看，讲个清楚了，医生开处方互咱啊。咱的护理师嘛，种甲你遮拢解说个清楚啊，吼，伊着来甲病院批价处遐，吼，着纳钱批价了，着顶头把领药啊号码啊，吼，伊着来甲即咱药局领药啊遐，遮订号还未超过，吼，你着先坐咧椅仔遐等，吼，订号超过啊，较歹势，就是讲就是爱排队领药啊。所以原则上，药师一边卖二小济号的药啊，伊会2咧5号、加10号，大家排队较袂排上长。这领着药的时阵，你爱先对上。你这要领药的时阵，即摆药师拢会叫你甲健保卡摕出来，问你的名。所以你即时爱预防，看看药啊是毋是你的名。第一看药袋内底顶头是毋是是毋是讲，我领着我是廖林巧，那我是毋是这药袋名是毋是写廖林巧？这医生毋甲讲要开5种药啊，互我啊，我爱先看即5种药啊拢有无，吼。然后要了，对药啊对有无了，你用第一题看，伊因为食的方法无共款嘛，有诶是一工1解啦、2解啦、3解啦、几解，你爱看清楚，吼，确定讲这粒数，吼，这粒数字是毋是合着讲，我今日若一工食1解，28工有28个无，吼，爱时看数量一下，吼。看这了，你讲这医生是要互我开食2解、食1解、食3解。那安尼，我一工是爱早时啊食，暗时啊食，还是2解是爱早暗食，还是爱安怎食？就照说，就是这拢爱看清楚。转去，像讲，你个礼拜我今日我若袂上正常班，我上夜班，无人说，你爱来甲药物咨询室，甲药师讲，我即摆我的生活习惯是安怎？虽然所以大家别人早时啊是会知8点，你因为你工作的关系，甲药师讲过，你就是下晡2点开始你的第一顿，开始你的早时啊吼。所以即种你也是因为你的工作的时间毋一般，就咱正常班的时间吼，你用甲药师啦、护理师啦、医师讲一下吼，阮会甲你调整了，你固定食药的时间吼，安尼较袂讲较袂讲我因为食药啊，我爱搁伊咧8点起来安尼。扰乱你的生活习惯，你食药啊的即个顺序吼，都袂足稳定的吼。那搁咱讲的咱药品吼，咱要安怎下有效是安怎？咱这我早讲过，药啊分做慢性病药啊，甲咱正头治疗的药啊。咱慢性病药啊，就是一定爱安怎？医生接药袋啊，叫你一工食1解，叫你食2解，伊都爱食食，等药啊食了，药落来就无药啊。你也想讲咱是正头治疗药，比如讲，你今日甲医生讲，你可能有当时会落屎，吼，有当时会头壳痛。比如讲因若有开一寡止泻啦，吼，还是头壳痛的药互你，像讲你有需要的时较食啊。你有头壳痛、落屎的时较食。
啊，你今仔日哎，那那落屎有食，啊啊食好啊，你这止泻的药啊，会用停无？会用停，这镜头治疗的药啊，还是拍较疼的药啊？啊，这药爱安怎？你安怎下？你共款这药啊，你落去药炉内底，你药炉内底，我即种建议这药啊，若是迄个规片的金箔啊包的迄上好莫超过半重。啊，若样啊，若已经拍开算一粒只，说哦，我说咱上好是莫超过3个月，上好6个月拢莫超过。这药上好下拢莫超过6个月吼。啊，这药啊，你普通爱下咧倒，毋好去日头晒着。啊，嘛上你袂用下咧灶骹，你嘛袂用下咧你是时讲，我下灶骹够方便啊，我遐有水好啉，有茶好啉。但是迄温度悬，药啊品质就行去变吼，因为台湾是一个较因为咱是海岛嘛吼，咱较担心吼。啊，若个热吼，啊对药啊品质有些影响。有一寡反正药啊变色会用食，这种药上好就莫食。有一寡患者会摕讲，我今日摕啦，啊药啊本来白，啊即摆就感觉较就要像代理就是小可吼，这种药咱就毋好去食吼。啊，过来就是讲，咱是讲咱今仔日咱等下较去讲一寡，比如讲咱外用的药啊啦，还是点目睭的药啊，还是袂记你食药啊要安怎吼？啊，其实过来就再讲强调，你种医疗咩药啊，到底你要食毋食，要停毋停，啊有啥物这是正常还是无正常安怎？其实你无一定爱厝的人是读医生、读药师、读护理师啦吼。其实你只要你有固定咧看，较信任的不管是病院啦、诊所，又嗰啲药楼个顶头拢有电话号码。你感觉你较熟的，你个在药楼个留起，你有任何医疗的问题吼，咱无一定爱讲咱兜的人读医生、读药师、读护理师，你着用敲电话来，不管你今日敲来病院，你若讲敲来药局，药师就甲替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今日总是敲来病院，这总机嘛，甲你转来，看是转来药师遮、转医师遮、转护理师遮吼。所以你免烦恼，你食药期间有任何你感觉怪怪，还是着用甲药落个顶头的号码吼，着用敲来做咨询吼。这是咱，所以咱用药啊上大的误是讲，第一看病时甲医生讲个清楚。第二讲，咱领着药啊时，爱对咱是咱的家己的药啊对个清楚。啊，第三讲领着药啊了，咱知影药啊要安怎食，爱什么时间食。啊了，第四就咱领药啊断去了，咱要安怎吼？咱要安怎服用？啊，要安怎保存？过来就是讲，咱自助，咱家己帮助家己吼。就是讲，咱两甲医师、甲药师做好朋友吼。过来，咱要讲啥？咱一寡用药啊，较常看到的问题，我甲讲过，咱一寡慢性病的药啊吼，就即是讲毋知下早一摆我才有食过也无食过，啊到底是毋是去食一摆？啊，咱厝若讲2、3个人拢有慢性病药啊，我会摕了，台湾的药落啊吼，就是拢安尼，足简单足单纯啦吼。有当时啊，你会真正看名较分会出来，啊，你会食毋着时间无？啊，咱食药啊，这副作用吼是毋会增加吼？咱伫即个顶头吼，发现讲咱才有一个大诶。药客也是较侪人诶，用较侪工诶，下骹即种诶，即摆大部分拢较推动啥？用下骹即种诶，较少诶，莫一遍拆较遮侪。因为咱药啊吼，拢经过包装嘛，你拆来讲看台湾担心，一遍拆伤侪工吼，有当时啊，你行了无甲跋倒是现了安怎诶？啊，尤其是安怎，阮希望吼，莫你用逐工吼，想着讲你明仔载要食啥物，应该家己想一遍。所以即摆较鼓励即种，若会动啦吼，会用动眠，较想讲咱明仔载要食啥物，要食一摆，啊食2摆，就是讲你前一工较忝咧，即个较细，即个药客啊食，互你知影啥？互你知影讲，我即摆逐工拢想我明仔载要食啥物药啊？安尼着安怎？较袂讲我想咱讲逐讲吼，人较较侪，迄个会，咱讲会失智会失智吼。啊，即就讲帮助你逐工一个思考，啊，所以即摆你要对于长者啦吼，来能力会动出来啦方便吼，阮尽量无鼓励即种较侪家，就是咱拆药利用的客啊，阮尽量鼓励用即种我今仔日调明仔载下，吼啊，逐工做，啊，逐工上，就袂讲袂讲上我是物下早会晓食无，中昼食，你看一家你就知影讲你有食无食吼，过来。
咱要安怎正确用这个药啊？吼，其实用药最主要来讲上基本啦。你也知影这个药啊是要食还是要抹？吼，啊，咱外用的药啊，咱要注意啥吼？啊，什么时爱用？咱一寡患者较食问的问题吼，是怎带伫遮甲大家分享啊？吼，就是讲咱因为咱即摆药啊足进步的吼，啊有当时啊一寡内用甲外用的吼，就是讲。尤其是咱一寡吼，就是讲咱一寡护理你用的药啊吼，一寡咱较外用的，当时你看这外形吼，因为你叫这是用喙食，但是因咱即摆药卤啊来讲，拢是无法度讲吼，我即摆我口服的印的是一色，啊外用的印的红色，咱即摆咱台湾的即个咱的药底啊，这印出来字吼，无法度讲说讲，但是这豆豆会进步，即摆即种的已经豆豆咧建议讲后边即个。咱印药底啊，这仪器吼，后边咱是要食外用的，咱全部用红色的印吼，啊，做迄个咱内用的用者，差不多用蓝色还是黑色的，因为即种这是我看过这2、3档印度地进步啦吼，即摆印药底的机器吼，豆豆你见这足重要，后边你透着色，你就知影讲这是外用还是用内用的，咱会配地滚水来食吼，啊，即摆目前麻烦大家。先看清楚，但是因为即摆足侪中者来的吼，药老的字你讲大字其实嘛无解，有当时爱去用汉镜看啊清楚。就是讲，当即摆是药老的限制吼，就是讲你无法度用药老，但是即摆药书大概用一个红笔甲你框起来，这外用的啦吼。但是有当时也无框着，家己嘛是爱细意看一下吼，无一定是即间病可有当时会诊所说大家无用的时候袂记吼，啊大家爱家己看清楚。啊，过来讲，咱时间。尤其是不管皮肤科啊、眼科啦，是交迄药膏吼，啊是用咱药膏分2、3条吼，你会记哩吼，一定爱你爱看一下吼。所以有时会甲你讲什么生抹、什么晚抹，但是有当时你感觉迄字吼就歹记，你甲歹看。水性爱先抹，你抹较抹油性的吼。所以是安怎咱嘛足侪迄落，比如讲咱目睭点目睭的药膏，较侪是油性的，是迄伫你要困之前吼，较去点。普通时啊，就无鼓励点迄吼，啊白药水嘛是共款，普通时咱眼科一定是白药水先点了，较有点药膏吼。啊，即个中爱，比如讲爱治偌久吼，上无吼，则麻烦大家吼，你点即个不管药膏啦，还是白药水啦，白药膏点，心情莫上紧吼，你中上无甲控制5分钟上无基本的，啊，你若真正会当吼，会用20分钟，但是我足惊20分钟，你会袂记哩吼。嘿，所以尤其是点目睭药水的人吼，你点了，你会甲你的目睭就哈咧正边、倒边、顶头会较小震动，毋好马上目睭就甲起来，起来你的目药水就已经就流咧规面啊吼。过来就是讲，咱要食药啊嘛，啊食药啊一定爱用拉伦烧的，咱的白滚水来用吼。吼，绝对毋好讲哦，今仔日我伫泡茶有茶尾啊啦，是歹记得我这烤这个冲较薄咧吼，啊这吼啊什物叫做饭前，什物叫做饭后吼，就是原则上吼，咱有一寡药啊吼，较特殊吼，就是医生就来讲，你这爱饭前使用吼，有当时啊咱一寡就治疗胃的药啊，有当时爱特别讲希望你饭前半点钟吼，就好用啊，效果较好吼啊。咱即种这吼，大部分会安怎？就是讲，我今仔日用高温烧的滚水，啊，等下配偌济吼？即种就是讲，这会介绍着你照3顿的食饭。我头拄有讲过，你若毋是上白班，正上班8点5点，你若上暗班的啦，伊今日10点上班，到明仔载8点下班，还是讲我今日下晡4点才上班的，你的即种照这早中照3顿的时间会无共款吼。你先无去恁领个药啊？你来个药师讲，你日常的生活，你的工作的时间，我来甲你这知时啊，中昼会按照你的生活作息去甲你建议，你要几点食药啊？吼，你免因为讲好，这早顿起来8点食，我换班的吼，我都可爱去爬起来食早顿的药，安尼你会，咱食药即个习惯吼，你会感觉讲啊，甲你生活习惯无共款嘛，你一定会袂记你食药啊，所以。会记哩，你若毋是先正常班即种，或者上特殊班吼，特殊的需要吼，你甲药师讲者，我来甲你调整你几顿爱
按照你的生活习惯，下顶爱10点，你若起来，你就起来就是下晡4点，吼4点啊5点，下晡5点就是你的早顿，吼啊你可能啊你可能阴暗爱5点早顿，吼啊可能你爱到10点开始算你的中昼顿，吼啊即种即我来在调你的时间吼，啊这但这一工一改药较特殊啦吼，一工一改药吼，你用经一定固定一定会定的时间食就好，照你的习惯。但是一工一改药若是离水的，吼，若是离水的，就是你一定无伫咧困进前食。一般正常的人嘛，来白班的人，就是喏暗时啊9点外10点要困啊，较食啊规暝一直爬起来。啊，你若上夜班的人就是安怎？你起来你8点啊，你是比如讲9点食，你到要困尔，一直爬起来，一直爬起来想要去上小，想要去小便啊。所以即种的吼，麻烦大家，替大家白，你甲因讲个清楚，阮绝对袂哦，袂因为讲你要照规定用药，互你影响你生活的困扰吼。过来就是讲，咱要安怎去食药？我才讲一寡药啊，一寡慢性病，一寡咱镜头治疗的药啊，其实即个不管像这药会用去调整，无一定我一定有当时啊，一工食4摆，你让5点钟还是7点钟，即个有一个范围是会用的。但是较麻烦就讲，它有一寡感染的药啊，但是需要食消炎药啊，抗生素剂。比如讲，这个药是6点钟、8点钟、12点钟的，一定爱照这个时间，6点钟、8点钟、12点钟，因为这个抗生素的浓度影响着你杀菌的浓度吼，爱互这杀菌的效果好甲毋好，而且食，比如讲诶，食一礼拜来食一礼拜，食10天来食10天。你比如讲我今日杀菌好，我今日第5天感觉我人较爽快，我就甲停。即种袂共吼，就是讲你若讲像头壳痛啦、落屎这药会用安尼停，但是你若杀菌的消炎药啊，吼，必须阮药伫顶头，阮叫你食一礼拜，你就食一礼拜；食2礼拜，你就食2礼拜吼。即点较爱麻烦大家吼。过来就是讲，咱头讲过，就是讲即种就较无效，就讲一定爱用老轮烧的药水来，咱白滚水来食吼。啊是安怎讲管茶啦、果汁啦、牛奶啦、豆奶啦、咖啡，因为咱所有药啊消化即种的作用吼，伊会甲伊就是讲会影响到的，因为有诶影响袂，但是即种就是讲你今仔日就是用白滚水上安全，你拢免烦恼，只讲我食这药落，药效会受到影响无？啊爱减量无？有诶爱电导量爱去增加吼，即点啊增加咱肝甲腰子需要去做诶工课吼，即点要甲大家拜托就是讲你不管安怎吼，你就是爱用白滚水吼来配它服用咱诶药物吼。过来讲，就是即讲药啊袂记，我这食药我袂记，我讲尽量是咱明仔载要食药，今仔日落来就较无即个问题。啊，但是讲你就嘛是无法度来一摆爱用3工过，到底我药啊袂记，药啊要补食毋补食？咱即摆计药啊，若是一工食一摆，你拢下早啊8点食，吼，比如讲你下早啊8点食药啊，你今仔日安怎？一工食一摆，你就是一工食一摆是一工是毋是24点钟？啊，这中午是毋是12点钟？所以你就是安怎？你今仔日一工食一摆药，甲即8点无，一工食一摆药啊，24点钟，你下早8点袂记你食，你甲用啊？甲你阿爸，你看迄个8点档的连续剧，9点外较烧着，要食无？比如讲好，我今仔日一个工会也袂晓啊，我用下早8点，我到9点，我到9点10点较烧着，我甲用我会啊，无冲起来较介悬。50块也悬到，我无爱搁食，毋免，你等明仔早8点甲食。但是你也伫新闻的时间7点，暗时啊7点半就上着，伫阴暗8点钟后你爱食落。是讲你若讲安尼有清楚无？就讲我阴暗下早8点，我阴暗8点前烧着，当用食。我若伫报新闻的时间7点半烧着，爱食。我若等到迄个8点钟的连续剧伫要做了，9点外较烧着，爱食无？毋免，除非我今日这血也袂晓啊，我安怎？我今日血也无悬啊，还是我伊规安怎安尼较去食，你嘛用敲电话来问，咱普通时啊，就是讲你若一个药啊，若一工食2摆，你若一工食2摆，我今仔下早8点，我食12点钟，就是我12点我着就是6点钟，我若下早8点伤着的药，我到6点。
加了了，就是啥物？下晡2点，我若下晡2点上着，进年都会用去补食。那2点以后困中昼了，起2点半就袂用去补食。一工内你看讲，即个时间是24点了食一解，是12点钟食一解，是6点钟食一解，是8点钟，你甲拗一半时间，若超过就莫去补食，啊若无超过就补食。啊，但是咱若咱一寡特殊的啦吼，就是讲比如讲咱即摆食这药要就是讲避免讲咱要怀要有生囡仔啦吼，也是讲咱即摆咱较特殊做一寡器官的，比如讲咱来选移植，迄我第一话袂晓讲，等下较麻烦咱社长甲咱讲移植，第一要安怎讲？即种就袂用停，啊若无其他的，一般不管你慢性病治疗的药啊吼，咱就是建议讲，你若伫一半时间进前伤着，就补去服用，啊若伫一半以后较伤着，咱就莫服用，咱后一个时间吼较服用吼。啊，咱药啊，逐部拢下咧倒，就头拄讲过，咱下咧较莫下咧上面，咱毋好下咧灶骹啦，下咧医生前。你虽然食茶方便吼，啊而且佫爱安怎？咱若厝2个老伙仔人，加翁仔某2个，要一种慢性病，咱2个药啊上好是分规啊吼，正平倒平，莫讲干那下顶下。有当时啊，即个隔下暝即个糖尿病，若倒一年较歹的时阵，啊佫安怎？要食药啊先电话一定爱讲爱看清楚，不要到尾讲我这药啊食规世人，我已经知影，迄食对毋对？电话也免去按落地，我国袂就食落啊吼。啊，即种就是就是翁仔某人2个啦，无共款的慢性病，咱上好当然就下，莫着下顶下规尔，就是会用下正平倒平。啊，若无法度爱下顶下规有无？这规仔的色吼，莫拢共色。比如讲好，今仔日这一个黑色，用做黄色的，就是讲顶头甲搭一个迄个咱纸的色，你就知讲我拢是食青色的，即个拄啊开的。有当时就是讲。一定有当时人吼，总是会感觉有当时会心情无好，嘛是困无好，也是精神较歹，注意力较无集中，是用土啊拍开，头前若一个色彩吼，是讲提醒你讲变摕着啦。啊，佮你厝尤其是厝老囡仔，即个规仔慢慢伤低吼，囡仔将去摕着吼，会去食吼。啊，一寡爱冰的药啊，毋好逐项药啊开着要摕去冰吼，需要冰的药啊较冰吼。我知影有的人就习惯只要甲药啊。只要是迄目睭药水啊、目睭药膏啊，只要来了摕去冰，迄无一定有迄个需要。但是只要即种外药药膏，你确定有需要安怎？你我今仔日10月16开，我迄顶头我会写日期，我113年10月16开的。啊，这药上好啦，这药膏开了用，上好莫超过1个月就爱等掉，毋好跳失。毋好药膏吼，也毋知我当时开的，啊，我着安尼用，迄个嘛是袂失菌的感染吼。所以需要有当时药膏黄药啊了，你开关了，啊个比如讲我今仔开着今仔日的日子写起，吼，啊尤其是咱点目睭的吼，你甲超过1个月你就甲等掉，吼，啊个订购有需要，啊个订购来开，吼。过来就是讲，咱即个身体干一个尔啦，对出事对甲咱年老嘛，吼。啊，咱最主要，这是上基本啦，就是讲吼，咱莫去听别人，喙甲袂讲好，我囝糖尿病。啊，隔壁甲你讲，我食这少哈，你在食这，啊，尤其上侪啊，婚姻足侪，咱有迄落，就是讲，即讲即个，其实吼无迄个外神奇的，你有病就是看医生，医生甲你开按照你的毛病，甲你开，互你足适用的药啊治疗上有效尔啦吼。啊，佮配合咱家己有运动啦，习惯，啊，咱食是较注意的吼。所以绝对吼，毋好去，有讲哦这。去菜市啊，听到这外星期吼，啊，一个10万、25万着你买吼。啊，咱若去出去佚佗吼，游览车若卖巧克力啦，吼，啊卖一寡糖仔了，加减仔买啦。啊药啊吼，药啊真正毋通吼，因为其他就是逐个体质无共款，药啊，咱少较着遮侪种。若逐个体质拢共款，咱其他药啊嘛免遮侪种，较免遮侪种，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拢无共款。尤其你上好买啊咧，有人买一个感冒药这感冒药人开医生开这感冒药，我食啥袂爱困，你食啥爱困，这毋即个药啊好甲歹，是咱一个人的身体拢无共款。啊，你会适应的，就用继续食；你袂适应的，毋这药医生就甲你调整，换另外一项药啊，互你食吼。所以你嘛莫去食别人甲你送的药啊，千万吼会用推荐医生、药师、护理师、互朋友
毋好推荐药啊，互你的朋友吼，你若爱你的朋友啦吼，伊若有破病，你用甲关心吼，但是吼，你绝对吼，就是会用安怎，会用介绍医生药师互你输互伊吼，啊毋好介绍药啊互食吼，吼，过来啦，咱要头拄有讲，去安要怎甲医生讲个清楚吼。第一就是讲，咱则去讲个，我头讲，你若普通时啊，你有就不爽快，你甲你的时间啦、镜头啦、镜动写吼，摕到医生看。有当时啊，可能你对某一药物，还是一品的过敏的时阵，特别甲你做，你来医生看，阮来看看，你也变什么药啊？吼，会电脑顶头吼，甲你做一个记号，你也变甲倒吼，伊就只要开就知哦，伊。搁后一个医生知，即个药啊袂用吼。那就一寡饮食，有个人一寡较特殊的饮食吼，会引起一寡症头吼。尤其你讲不管个素食啦，还是较加糖加盐，尤其是素食的人，你讲你今仔日感觉你的血红素较伊可能会建议讲，你内底日常的食物啦吼，嘛有一寡药物吼，会开互你去做一寡调整吼。咱的内底就讲你家族啊内底你就已经有诶器官，但是需要去注意诶，去保持一世人拢有够用诶吼。这拢会去讲个清楚，但是咱即摆咱健保吼，拢有云端药历吼，只要你同意即个病院吼，甲你诶这甲伊先有来看病精神诶，先甲你即个药历，先甲你即个历史先考入病院，医生就看着，较免其实这解决足济，因为你无讲清楚，医生。毋知影你的镜头，因为即马拢有，因为健保吼，即马拢有咱的分段的药历，嘛用药会来看着，大部分阮就用主动甲你做一寡提醒啦吼。我则就讲，咱遮要安怎甲医生甲药师做朋友吼？头拄有讲过，就讲你不管是要晓得，你信任的啦，药拢会来有代就敲电话甲问吼。咱就讲，咱一寡咱较普通时啊吼，其实有当时阮去伫社区，去伫西伫讲诶。大部分吼，大家拢感觉讲，食药就是有病就治病，无结果即摆病即摆是食健康食品吼。但即摆是爱讲啊，不管药不管健康食品吼，其实你若有即个需要较食吼，健康食品讲无好。你若讲你逐工就3顿就足正常你也袂紧食，就或许即种 vitamin A 补就少。但是拄你即摆感冒嘛，还是你工作足忝诶，就无。咱就食袂落，即时倒一寡健康食品会用来食吼。所以即种诶是要长期食，还是有正头先咱互咱诶身体即种诶，就是讲你来请教医师、药师、护理师吼，拢会答吼。即种过来第二，咱大家都想讲，我着爱教育药啊吼。其实咱诶药品吼，其实即马当然啦吼，咱诶维持较俗诶酸啦吼，但是咱只有所有药啊吼。拢无需要去教育药若需要教育药食，你免烦恼，咱医生一定会甲你讲，会甲你教育药互你食。但是你讲我就是感觉胃肠拢歹吼，一寡我嘛有溃疡有啥吼，你要甲医生讲清楚，咱该治疗溃疡的药会另外治疗溃疡的药互你食吼。但是就是安怎，我感觉有一个习惯，就是讲你假时间你大家养成讲，你今日你食食品，你今日食饭落。你就是甲你的食道落到胃，咱就要改变一个姿势，你要有徛起来，吼，有下底在食食落，拢落到胃。有个人就是自动避讳一寡习惯，食了，我就做倒咧困啊，有当时药袂落去到胃，咱食食饱了，有当时这距离，伊就一车酸等等引起的吼，有当时药本身伊是袂伤的，是因为咱鸡汤的习惯，吼，有当时爱来甲医师、药师、护理师大家讲，大家咱着一寡镜头是无需要用药就会好，你改变咱的日常的生活习惯，甲咱的动作啦吼。过来讲，上好的药拢是饭后食，其实无一定咱有一寡香港一寡治疗即讲霉菌的药伊伫安怎？伊油济时阵效果上好，所以甚至有迄种药迄种治疗霉菌，阮原先有在建议者讲，你食饭的时阵，油炒上济的时阵，做伙食真正效果较好吼。即种诶，有当时就讲，咱药伫饭前、饭后，还是甲食物做伙食时，你会用来甲药师会甲你来问吼，大家甲你讲解说清楚吼，是安怎爱饭后食，是安怎饭前食，是安怎爱做伙食，伊是为甚物吼？
安尼药效会较好，还是较歹，还是会影响到等等的作用吼。再来讲，咱即摆镜头消失啦，会晓毋食药，头拄我有讲过，咱就分做慢性病药甲镜头治疗的药啊。你今仔日6个月来讲，我即摆量拢135、85血压啦，但是爱搁食吼，你着爱逐工食，照时你血压较了控制伫即个135、85安尼，啊你血筋的韧性吼，较会好应变，较会好，较袂讲血糖天气变化，啊咱血筋吼，着变差吼。啊今仔你若症状治疗，讲我遐讲落屎啦，吼，还是头壳疼，我开互你食，但是你我无落屎啊，吼，我开始对较软的食物较无油食，就是安尼爱搁食，安尼你落屎以后着用可丽停，吼，头壳疼的药我食了，我再困啊饱了，我感觉无啥个疼，即种镜头治疗当然会用停，但是要老了便食会当，爱伫下咧啊，咱莫上。较凉的所在吼，莫上湿，莫上烧，而且6个月内吼，至少来写讲你药当时领吼，比如讲我今仔日，我即摆1月13、10月16吼，我即种治疗的药我加6个月嘛吼，就11月16、12月16、1月16、2月16、3月16、4月16，你顶多到4月16进前，你若即种镜头落屎，还是头壳疼吼，着保存啊会当吼，药拢无变色吼，就用搁继续来服用吼。这就是咱用药的维持的部分吼。以上是我分享讲咱药咱一般药师伫平常的卫教，就咱做卫教的时阵，较大家问到的一寡问题啦吼。所以即个麻烦大家对家己用药家己较费心的吼，大家较会健康吼。以上分享。真多谢咱药剂部主任甲咱介绍安怎用药较健康。我分享家己的经验啦，就是因为我看囡仔较济，真济囡仔会伫诊所看病，有人感觉看袂好来病院，毋过因有诶人较顶阵伊会早药单来，毋过有诶人就是伊啥物拢毋知影，就讲以前用过啥物药毋知，即种情形着互医生较好判断讲伊到底是啥物，伊即摆像讲伊的病无好，到底是因为药用毋对，还是讲伊是正常的病症？虽然讲即摆健保有一个功能，就是会当伫云端啦，伫网络顶查讲以前有用过啥物药毋过讲实在有诶诊所因为伊申报的问题，所以因尤其是抗生素，有当时会开，但是未申报健保，所以因可能药单顶悬有写，大部分会写啦。较少数是连药单嘛袂写，但是有写有机会会当看到，就知影讲以前有用过抗生素，所以若是有诶病是细菌的感染，那可能是抗生素，即个效果无介好，还是讲时间用诶无够久，所以要未治疗好势。毋过若是干那看健保诶迄个药历啦，药诶病历，就无法度知影讲伊到底。有用过抗生素无？这是我家己的经验的分享。我嘛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这嘛是真侪病人有这种问题啊。讲我可能开一寡药有当时是袂记食，有当时是可能遮有领遐有领有药存伤济。即款药有病人来问讲，我到底会当囥偌久？我囥咧，若是真正感觉袂用着，这药要安怎处理？是直接等遐角，还是讲要摕来病院回收？一般药是讲抗生素到底有啥物无共款无？好，谢谢咱社长。我讲一下吼，咱其实即摆全台湾吼，敢若咱云林、甲花莲无迄个焚化炉啦，吼。若焚化炉的管市有无？你无食药直接点咧本身，因为伊用烧的嘛，吼，就无问题。但是咱云林到阮即摆目前拢希望伊无食药摕来咱药品咨询遮有无？因为伊若全来冲咧，咱迄因为你若全冲咧，因为影响土质有无？酸甲咸的问题。就等咱后边咱分林，若有焚化炉，就是讲咱烧的，咱的粪扫有无？拢是用烧的烧掉的时阵，吼，伊就用免摕来药物咨询室，因为安尼伊就袂影响到咱土地的酸碱值啦，吼。所以咱目前为止啦，吼，我拢甲患者鼓励讲，伊若无用着药伫分林吼，希望伊摕来就是病院啦，吼，
还是社区局有回收了，大家会交互环保。因为伫咱病咱家己一支细支的文化楼嘛，所以阮的药品咨询师收的药有无？咱是送咱病家迄支细支或者暗时有无？会做伙烧，袂影响咱土质的酸碱度，对土地是健康的啦吼。即点就是讲较特殊啦，所以咱后边咱若家己本身有迄个，是当即摆分关的药品，阮遮无讲全部再讲你家己咱养鱼啊，咱着水龙头有无？水泉冲落安尼有无吼？对土质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目前是佫希望大家摕转来各个病院的回收，还是去社区的回收，大家因会用交互环保局嘛，病院系即边阮着家己收掉，嘿，即种就是头拄社长讲春节药要安怎啦吼，头拄佫甲社长讲种。即摆这就是大家咧拍病，因为诊所的部分伊有2工的干表哈，简单的简表申请，伊免甲药名写出来嘛，免买来照安尼嘛吼，所以伊就像社长讲的，你无法度知影真实的状况啦吼，所以一般来讲吼，阮伫即点也是阮上大的困扰吼，所以阮若迄我拢感觉若无法度辨识啦，就是转遮来卖用，若无就是吼爱敲电话问即个诊所的医生啦，嘿，无即点真正是目前吼诊所有2工的简单的报表吼，就是免照药安尼拍嘛吼，所以这一点也是阮足困扰的代志，所以即摆一直伫推动讲是毋是诊所嘛会用卖即个简单的2工3工的即个药安尼吼，就是讲伊这按照伊镜头有啥就开啥吼，但即点佫基层的诊所。佫咧做足侪诶疏通甲交换意见吼，可能尾仔嘛是用即个方向，就是讲我平常用手尤其是囡仔，有用手着记录什物药嘛，无我咧分段药力有无？其实无法度好信，即点确实是诊所，尤其是小儿科，若是伫互迄个医生足困扰的所在，嘛是大家上爱拍拼，互用药安全的部分伫拍拼，希望向前行一步啦，嘿，即摆大家咧交换意见。另外一个就是讲，咱若是迄药丸啊，无开封，无甲伊拆开，放伫就是无担心，温度嘛无伤悬的所在，到底会当放偌久啊？阮一般来讲，拢建议6个月，就是讲你正常安尼，但是咧，我讲咧，你药无变，因为有诶呐，你若讲就是讲有小可安尼变，我讲有小可。甲原来是无共，但是安怎了？我啥拢无讲中间，因为中间足侪目睭无好诶，吼，伊即摆伊面食白，即摆呾代理食诶就甲伊毋知，伊袂感觉讲这食无白，伊无看着原来诶啊嘛，吼，所以其实伫咱咧镜头治疗药啊，吼，阮大部分拢鼓励安怎下薄仔装诶有无？伊用尽量留，若迄种啦。线粒仔去算下啊，吼，伊内底上好是买一个，无爱包2层，爱有干燥剂。但是阮尽量鼓励镜头治疗的药啊，吼，若迄个就是咱线装的迄吼，超过3个月尽量就卖用啊，因为台湾当时啦，若下薄仔装的吼，保6个月应当是无问题。真感谢啊！我嘛回答拄则个问题啦，就是讲，咱讲 transplant 啦，移植，这若是教字啦，台语就是讲移植，毋过这就是较文言啦，若是较白话，咱会当讲就是换器官啦，换心脏、换肝、换腰子，对，这是较白话，大家较听有。毋过你若是较文言教字讲，就是讲移植，好大家还佫有啥物问题无？若是无问题，咱今日的分享就到遮，真多谢廖主任甲咱讲即个主题，咱后摆再会。多谢社长。好，拜拜。